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阴雷，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除去所有恐惧，所有焦虑，释放每个被忧郁捆绑心灵，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阴雷，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阴雷，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阴雷，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
颗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除去所有恐惧，所有焦虑，释放每个被忧郁捆绑心灵，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平安，咱这时来三甲来祈祷吼，祈祷之前咱先来阿罗上帝。我心啊，你着欢喜唱歌，我拢我心啊，你着欢喜唱歌，天气是天的心是落落雨，天的心是
家来读今仔金句吼，来，我的上帝啊，但求你开目睭看，耳孔听伫遮所现的祈祷。咱先来感恩甲认罪，咱感谢俄罗上主吼，伊是咱万主的主，独行其事，伊创造万有公义甲慈爱，而且咱嘛来主来认罪悔改归正，来敬畏上帝。咱三甲来开声来祈祷。上帝，阮献上感谢，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你是阮的救赎的活命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互我会当成做你的儿女，来领受你的救赎，互我的生命你的自由，阮的生命你的透放，阮献上感谢。爸上帝，阮来恳求你，阮是软弱软正的，有时拢会做无下主你旨意的代志，求主圣神你的赦免，洗净阮的罪过，互阮的心、阮的灵会当清气变那洗。过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亲近你，阮献上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来异地甲透放，咱邀请主耶稣成做你的灵魂、你的思想、你的情感、意志甲身躯的主，将你的烦恼一切拢交托给主，而且看守伫咧胸坎，也是讲带病的所在，求主来祈求，互家己会当会晓来了解伤害过家己的人，相信嘛求主的疼来充满，医治咱的心灵，会当用主的疼去疼遐个伤害过我的人。咱三甲开喙来祈祷，主你的上帝，你是阮全部的主，阮恳求圣神你来进入阮的心、阮的灵、阮的思想、阮的意志、阮的身体，你做阮完全的主，而且是恳求这个上帝，阮恳求你来医治阮的身躯的病痛。上帝，阮感谢你，阮会当主你来恳求，求主你圣神，阮嘛邀请你圣神来成做阮身躯、阮的灵魂、阮的思想、阮的意志的主，你是阮全部的主，阮献上恳求我感谢。爸上帝，我恳求圣神你来医治阮的兄弟，心灵欠安的，无论是身体倒一个部位有痛痛，主你拢来医治，医治阮的心、阮的灵，互阮会当恢复到主你所创造阮的美好，阮献上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咱继续为了牧者来甲个中级团队，甲即礼拜所参与各项事服侍的同工守望来祈祷，求主来恩膏，赐落属天的气力宽平，互所服侍的事工会当荣耀主，互人得到利益。咱犹原过来。为9月28临时会会要选举的长老3名，6位选3位，执事8位，推荐12位，要选8位吼。求主互教会会员拢会当借着这个机会来认捌逐位的受选者，嘛会当顺利来选出主来集体参与着教会未来各项的服侍。为了暑期连续94天的线顶共托来感恩，嘛要感谢做伙参与的同工。也为着即马接续以西结书54天的灵修笔记的操练，求主来带领享受逐天的灵粮玛纳，经历更较济的恩典。为了花山区来大岛区长卓如、小组长秀芳、庆代加入丽芳甲张平为了兄弟会当较无上帝的话语，继续来读经灵修，灵命成长活出。活泼的生命见证基督的疼，为了复兴小组结婚的组员，甲拄生育的家庭来祝福，会当倚靠上帝伫伊内面有满满的恩典。第三，为了上新小组的细囝，会当适应新的学期，保持学习的热情。父母会当看到大家囡仔的特质，互囡仔活出上帝创造的美好。咱为了这几项来献上祈祷。上帝，我感谢你，你互阮有气力，互阮有你享受阮恩典来服侍。
大细细的服侍，拢交托伫你的手里。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兄姐，交伫你的手里。恳求上帝圣神，你亲自来看顾带领，我伫服侍中间会当来拄着主，会当来体会主你的恩典甲疼痛。我也恳求圣神，你来保守所有的服侍，所有的事工，是要来荣耀主上帝，要来利益人的，要来扩发福音的国度的。恳求圣神亲自带领，保守华山区所有的同工组员，拢有意爱来读经祈祷，甲主有好的交陪。特别是这个有细囝，也是特别有细囝这个家庭，求上帝圣神大大祝福因带，互因的一生，因的家庭拢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会当来永生益人。愿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最后，咱用主祷文来做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你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着学了耶和华，着伫上帝圣所学了伊，着伫伊权能的宫窗学了伊，着因为伊大权能的行做学了伊，照伊美妙的权大学了伊，本扫角学了伊，弹瑟弹琴学了伊。既然有喘气的，拢着学了耶和华，恁着学了耶和华。做来吟圣诗第38首。学了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吟全首。一切
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享受平安，佮教育稳定，来经过过去的年日。阮带着感谢的心来入你的门，用讹乐来入你的院，由你佮一过接纳阮的敬拜甲讹乐。听阮的天父，你是全能的主宰，你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我会当享受你奇妙的作为。阮讹乐你的大权能，讹乐你的智慧，佮感谢你对阮的疼，也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伊为阮的罪来赔命，阮会当甲你佮好。愿你的名被尊重，愿你的国降临伫地人，亲像伫天人。伫你的面前，阮要谦卑来认罪，阮的罪，阮时常行伫你无欢喜的路上，心思意念无清气。阮看家己所做的做对，毋过你审查阮的动机。阮时常无将你的旨意看作要紧，求你怜悯阮的软弱，赦免阮的罪，洗清阮的内心。求你圣灵依带，阮会当来悔改，离开罪恶的道路，追求公义甲圣洁。帮助阮对家己的行为甲思想，会当时常反省，佮用你的话来做阮生活中的激励。听阮的天父，阮也求你赐你的智慧，互阮，以及你的圣灵来引带阮，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当中，伫阮面对着各种的挑战甲选择的时，你求你赐下你的智慧，帮助阮伫一切事务中，拢会当行公义、好人民，甲谦卑的心来群对你。全能的主，美好生活是对每一天甲你建立好的关系开始。伫过去94天早起时会线上圣经共读，阮有将近100个兄弟甲同工来参与。线接以色列书54天的灵修笔记的操练，也求你激动更较侪兄弟伫未来每一天来领受你的话，互阮经历到更较侪的稳定。求你纪念陈牧师的用心甲调活，愿阮的教会兄弟的灵命日日提升，学像你的款式来荣光你的名。听阮的天父，阮的教会也要伫9月28要来召开临时和会，要来选出3名的长老以及执事8名。我们要用新的投票方式来缩短开票的时间，也求你保守，互选举会当顺序来进行。也求你，互教会兄弟拢会当照着这个选举来任捌每一个被选的兄弟，伫未来会当共同来参与着教会未来各项事工的扩赛。感谢你听阮祈祷，愿你要照着你的旨意来回应，求你的圣神来充满，帮助阮甲你搁亲近。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请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16篇，启应文第16篇。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秘伫你遐，秘伫你是高的顶下，听向后灾难拢过去。我要求救至悬的上帝，各项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上帝对天施恩救我。互蹲大我的人失败见效。一声，上帝会对我发出慈爱甲信息。我倒伫，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因亲像狮，要吞食人。伊的喙齿亲像枪，亲像箭。伊的指亲像来的刀。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你的阳光遍照全地，因伫我的骹前设罗网，要互我屈服，伫我的面前开陷坑，家己颠倒跋倒迄内面。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要吟诗，我要唱歌称赞，我的心神啊，着醒起来，琴啊瑟啊，着起起来。一声。我要甲天叫醒，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
伫咧房中唱歌称赞你，因为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你的信心那中枪遐尼阔，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你的阳光遍照全地。这时，请平安寺中笑来献诗。恳求复兴主公，向众门徒显现，用主大能唤起革新，使主子民听见。恳求复兴主公，我众百归主前。恳求恩主此刻便利，赏赐我们恩典。恳求复兴主公，高举宝贵生命。但愿主爱在人心中，如火热烈光明。恳求复兴主公，我众百归主前。恳求恩主此刻便利，赏赐我们恩典。恳求复兴主公，向众启示圣言。愿主亲切生命真理，信心都能看见。恳求复兴主公，我众百归主前。恳求恩主此刻便利，赏赐我们恩典。恳求复兴主公，配享生命恩灵。但愿荣耀永归于主，平安领导世人。恳求复兴主公，我众百归主前。恳求恩主此刻便利，赏赐我们恩典。这是我来读圣经，圣经以西结书12章第1节到第7节。上主对我讲：人主，你住伫背逆的人的中间，因有目睭，毋过无要看；有耳孔，毋过无要听。因为伊拢是背逆的人，所以人主，你着准备受放逐的时所需要的包袱啊，当头白日，伫因的目睭前离开你所住的所在去别位。因虽然背逆，可能会因为你的行动觉醒，你着伫迄日。你着伫日时，伫因的目睭前，下你款好受碰着的时要用的包袱出去，到黄昏，你着伫因的面前，亲像受碰着的人离开。你搁着伫因要得看的时，甲你的厝的壁挖空，对迄空换包袱出去。到天暗的时，你着伫因面前，甲包袱挨伫镜头行出去，你搁着甲你的面藏起来，看袂到即块土地，即块地，我要互你成做我刑罚以色列的人的掉头。我就照上主的命令做。迄日，我伫日时将款好伫受放逐的时要用的包袱摕出来，到黄昏，我用手甲壁挖空，
黑暗的时，伫众人的面前，爱包袱啊离开。以上，即时请陈碧基牧师来讲道，紧急救生包。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过去一礼拜，也是一年久，上帝你的引带甲恩典，互阮当踮伫平安的厝体，踮伫上帝你所赐福的城市甲国家。主啊，阮也恳求你，因为通过你圣经的话，甲耶稣基督，互交托阮的使命，阮就爱谨慎，阮就爱准备也迎接主耶稣你的国来。也愿主你的话，通过你的神，搁一摆进入阮逐人的心，互阮所听的，毋是出伫人，是出伫主，互阮会当明白上帝你的心意。安尼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过去即礼拜你感觉吼，你有过了真平安的，吼，你就小等平安的时阵较大声。你也感觉过去即礼拜你也无遐尔平安的，你就轻轻啊平安安尼吼，过来一摆哦。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哦，安尼大家过去即礼拜拢真平安哦。但是咱若看到过去即礼拜，也是过去2礼拜，吼，除了台湾，其他世界各所在哦，拢真无平安哦。顶礼拜日，吼，俄罗斯吼因来拍即个800只的无人机啊，吼来去拍到即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啊，吼甚至连即个首都基辅的办公的大楼、政府的大楼，吼嘛去互伊轰炸，去互伊弹着啊，吼真无平静哦。然后呢，即礼拜日，吼是伫以色列，伊也突然来发动即个飞弹。去炸即个卡达，吼卡达的首都，吼叫做杜哈，吼伊去甲因弹，为虾米呢？吼因为呢2年前哈马斯去弹以色列，讲即个哈马斯的即个一寡首领吼，逼到即个卡达遐去，吼去互以色列人吼吹着，吼所以真正甲弹到遐去啊，吼讲6个中间有5个是哈马斯遮的人员，所以伫即个世界上短一礼拜中间，吼其实。即个地球吼真侪所在伫战争，也是伫扰乱。咱伫来即个月啊，吼叫做咱的国家有定一个日，叫做国家防灾日，捌听过无？毋捌听过吼。啥物是国家防灾日？是几月几号？大家知影无？毋知影吼。吼，伊只有顶下有写9月1号到10月31号，你要约一天无？看倒一天。921吼，真巧吼，就是后礼拜啊，9月21号吼，后礼拜吼，对921过灯年开始吼，咱的国家政府啊，就甲9月21号定做国家防灾日啊。哦，这个国家防灾日呢，吼，伊就是爱咱的台湾住伫这个岛屿的人吼，拢爱有一个警觉，吼，这个警觉呢，即马甲浓缩呢，剩3个口号尔，吼，叫做趴下、掩护。稳住，好，1、2、3，咱讲一解，趴下、掩护、稳住，好，伊惊咱大家拄着地震的时阵吼，熊熊啊头壳就硬去，所以就是有这3个口诀啊，头一个叫做趴下，啊，过来咧掩护，你就要找一个物件甲你保护掉。第3就是安怎稳，莫紧张，吼，莫世界总啊，吼，这是咱的政府这20几年来吼对。921 26年啊，吼，安尼来经验，吼，讲咱吼就爱教导咱的台湾的遮的人民啊，吼，就是爱知影安怎来面对遮的大自然，吼，不管是风台、地动，甚至拄着战争的时阵，吼，咱嘛是爱会当平静啊。咱的政府吼，佮用安尼吼，互你有机会来抽奖吼，所以不管你是要扫地机器人啊，还是要空气滤净剂啊，吼，你当去即个网站啊，吼，我已经有去甲投啊，去考试啊，考10条呢，你若通过7条呢，好，就有参加的，就有抽奖的机会啊，好，不管是你要得到那个游戏机啦、扫地机器人。好，所以你当就拍这5个字就好，国家防灾日，好，伊就有这个内政部的网站，好，伊个会甲全台湾的哈桃园偌济人，哈，澎湖偌济人，好，拢会甲你统计起来。但是呢，这个防灾意识，哈，知识，哈，真重要，好，就是互这个灾祸来时阵，你袂紧张，好，你嘛袂是一时之间。哇，煞硬去，毋知影要安怎，吼，因为你有观念，你有知识，所以你知影安怎来准备啊。今日牧师咧讲道，你有看到牧师要出去佚佗无？
好，这毋是要出去佚佗的啊。这个就是我的防灾急难求生包好，等我开始去看这的资料嘛，讲我就爱来准备我家己的一包好，所以安尼就会到。这包呢，若真正拄着地震还是拄着战争至少会当3天3天内面你所需要的会当拢伫这包的内面。代表有啥物件呢？政府其实有甲咱提，有甲咱教，包括讲你要食的药啊啦、水啊、干粮啊，还是要紧的物件，这的物件会当帮助你，甚至有诶建议讲内底囥一双鞋啊。为虾物？因为你困的时阵，敢会穿鞋咧困，袂嘛，你若紧急的时阵，你要冲出去，袂付穿的时阵安怎？内底若囥一双鞋，检查你咧走的时阵，就当紧走出去，还不用花时间哦。所以这个急难求生包呢，内底的必要呢，就是讲囥伫恁兜的厝的门口，还是房间的这个就近可以拿到的地方，几乎可以跟你的手机越近越好。然后内底物件呢，上好是每半年6个月就甲伊换新一个，检查一下，看内底物件有过期无，来当换新的换新那是会当呢，你就是会当。咧急难救生包，甚至你家己的一寡物件摆设呢，会当囥做伙，养成你的习惯。变做讲，这个逃难呢，变做你逐工拢有一个训练，好像每天都要逃难一样。但是因为咱住伫台湾这个所在，这个地震，那真正过来时阵，咱需要有这个观念，知影安怎走哪里去啊？伫网络上，嘛有咧卖这个求生的避难包套组。安尼顶悬这个物件，小人互你约看卖偌济这有啥物物件呢？真正叫做太空衣太空衣就是一顶薄薄的，但是你若是伫即个0度、3度，你甲安尼暗的你原来会当过一暝袂去互寒死很薄我这内底嘛有一领你若收起来阵呢加一包面纸共款这包呢就会当互你伫足冷的天气中间呢你就袂寒死不用带外套。就炸一包就好一件100多块，这太空衣。然后呢，还有这木屑，就是你若炸一支赖达，这个赖达呢，你就当随时当点火，还有刀啊啦，还有水瓶啊，还有这哨子啊，然后是低音哨，这低音哨就是讲，等真正缀伫迄个建筑物下面，因为咱拢住都市还大楼，你只要喊，只要叫无一定。别人听得到，但低音哨它是低频的频率，声音可以传得比较远。我是传这个喇叭，这个你叫7了120分贝，这让传够较远所以小小的，但是120分贝你慢慢会节省自己的体力还有这个盐巴，就是维持你的身上所需要的盐分，才袂去虚脱去开罐器啊，还有防水袋等这。安尼这包呢，网络上在卖2850块，有需要遐贵无？唔免啊，恁兜的这物件冰冰的没有在用的包包安尼就有好，所以呢，准备一个急难求生包。这是虽然我们是备而不一定要用，但是呢，真正拄着灾害时阵呢，可以派上用场。所以你若去找你看到琳琅满目足侪种的，照你个人的需要甲需求。有人讲我需要镜子啊，我还需要化妆品啊，我还需要卫生纸啊，看人的需要。但是呢，这包呢，就是互咱有一个观念。因为咱唔知影风台地震战争上好拢莫来但是真正要来时阵咱嘛无咧惊所以甲你见面讲地震来时阵无咧惊咱就爱准备好势这是今日咱读这个先知以西结伊嘛传一包呢这包伊的迄包可能比我这包搁较大包但是呢上帝爱先知以西结去传达信息伊所传达的信息，这本以西结册了，这本圣经，是当讲看得懂又看不懂的书。你捌看过一本册是你看有佮看无的无？譬如讲英语，ABCD 逐字拢看有，但是那个到最后会变一本册安怎？我就看无数学，这个阿拉伯数字1到10，我嘛看有但是呢，若变做一个，变做一个题目安怎？我就看无
以西结书，上帝甲先知以西结讲，我毋是派你去讲言语学伫理解民族遐。以西结因去互掠到巴比伦，住伫巴比伦的河边。但是上帝讲，你本来是祭司，上帝爱你做先知，但是你毋是去甲这外国人来传讲，是伫以色列人中间来传讲。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这甲因做伙受掠伫耶路撒冷出来人。这个人呢，因受掠出来了后呢，因想讲哇，我苦啊，阮家己的故乡袂当去啊，阮即马就要死伫外国啊。但是上帝讲，毋是，颠倒恁互人掠出来的人，伫外国的人，恁袂死。但是恁伫本国的人，恁想讲啊，恁趁着，恁捡着啊，即马呢，因伫遐唱甲足欢喜的，因为无甲阮掠走。阮伫即个所在，即马土地变较宽，遐个好野人拢去互掠去啊，所以因的厝充公啊，因的即个车变做阮的，因的冰箱变做阮兜的冰箱，伫遐咧欢喜的时阵，但是上帝讲，其实后壁搁较大的灾祸伫后壁，颠倒是上帝时间70年到，上帝要互遐受掠的人倒转来，但是即阵受掠的人，上帝讲，上帝要甲因的心换做一粒心。因本来是石头的心，足硬。上帝讲，等因转来时阵，因的心变做啥物心？肉心，变做是柔嫩的，就是对上帝的话，因会当听了清楚个明白啦。所以以西结本来是一个祭司，祭司就要伫圣殿来服侍。即马去互掠到外国去啊，无圣殿会当服侍，变做无业游民。甚至上帝佫甲伊讲，你袂使讲话，你就要传讲信息。啊，无讲话要安怎传讲信息？你就用演的、用搬的、用行动的，甚至甲派一包。拄则咱读的圣经，透早就要派一包出门，暗时啊嘛爱佫派一包啦，挖空，甲因兜的壁啦挖一大空，然后对壁空出去，袂使对门出去。你若是以西结伊某会安怎？气死哦，去互伊气死但是呢，做以西结某原来真辛苦，伊死的时阵，连伊的某死啊、太太死啊，上帝甲先知讲，你袂使哭。但是以西结安尼搬甲遮辛苦几啊冬，将近前后服侍20年到22年，这20年到22年的中间，上帝要表达的，就是上帝应要来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殿，因为上帝刑罚。上帝审判要临到，上帝审判要临到。通过今日咱已经读到以西结的第9章啊。牧师要分享这9章的中间有4项的代志，是为什么上帝应要离开？头一项就是因有目睭无要看，有耳孔无要听。以西结书第12章第20，咱做伙来读。人主，你住伫背脊的人中间，因有目睭。毋过无要看，有耳孔，毋过无要听，因为因拢是背逆的人。咱即马大家有目睭有看到即包无？恁有看到啥物无？你家己有即包无？无转去，你若有听到，但是有要看，有要听，决定是啥物人？咱家己，你感觉你即个代志会发生呢？你就会去准备。你感觉即个代志无可能发生呢？就安怎？无需要准备。但是上帝话，伊所讲的信息，通过先知以西结，上帝安尼讲，这代志，上帝的确要做，但是因有目睭无要看，有耳孔无要听，所以即包就是先知的迄包，迄包是爱派伫，即个金架头是包好啊，伊就爱派即包，毋知派几日啦。透早呢，就派即包，要逃难。暗时啊，呢个对因厝内底，即一个乌坎背壳嫩壁出来，然后呢，演互人看，人在看讲，你到底在变啥物？变啥物？先知袂当讲的，恁家己想，恁家己想。但是呢，真正到先知以西结，伊咧搬即出翕，无到5年的时间，大家每一个人安那身躯拢爱一包啊，真正。几百万人，也是几十万人，拢爱派即包，去互人对耶路撒冷掠到巴比伦的所在去。上帝在讲的时阵，其实就是爱人来警醒，
但是目睭是爱摕来看，耳孔就爱摕来听。12章咱拄则所读的即集，对第3节一直到第8节，才讲到这好，上帝爱伫众目睽睽底下，还要在白天当中，还要在大家注视的时候，而且还在大家在想、在看的时阵，到底是咧变啥物时阵？上帝才要互因去知影讲，这是有一个信息伫内面。因为上帝已经讲几啊百年，对大卫、对所罗门、对更较早的，甚至是摩西约书亚，甚至上摩西的律法，伫伊的旧约圣经的中间，上帝拢有讲的，但是人无要听，人无要谨慎的时阵，上帝会用更较凶的。这个目睭要看，但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王，伊就看无，甚至以西结嘛有写批来，伊嘛无爱看，甚至佫用刀啊一张一张爱甲伊理掉，亚利米写的，伊嘛一张一张拢甲摕去烧的，最后即个西底家王，伊的目睭是去巴比伦王人类拢甲挖出来，伫即个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挖出来时阵，进前伊的所有囝一个一个去抬死。所以上帝在讲的，咱就爱真足看，就爱注意听。所以佮咱隔壁兄弟讲，上帝讲的爱真足看，真足听；上帝讲的爱真足听，爱真足听，爱详细来听。第二个，迄当时的以色列人，因意爱是假的消息，无爱真的道理。第7章25节，咱做伙来读：灾祸到了，因得求平安。毋久无平安，大家拢嘛无想要风台，嘛无想要地动，嘛无想要战争。但是呢，即礼拜会当算嘛是顶礼拜，无够2礼拜所发生的，是伫即个尼泊尔。你有看到即个消息无？尼泊尔即个政府呢，无够2天48点钟以来就倒台呢，总理坐直升机就飞走啊，即个国家就放空城。为什么呢？这个讲起来话头长，但是简单讲，就是尼泊尔的总理，伊要西瓜挖大饼，伊要靠中国，中国出钱，中国要甲因建设，中国要甲因开路，中国要甲因包工程，无钱佫借因钱，但是呢，到最后，这一切呢，拢是互这个坐顶悬的人，钱拢摕到家己的落地下去，所以变做民间呢，就足不满的，足无欢喜的。因就伫因的社群平台，讲政府安怎乌白来，安怎乌钱，啥某咪人，啥物党，尼泊尔因家己国家内面拢有共产党哦，尼泊尔内底嘛有共产党，所以因就伫即个社群媒体，讲哇，即个政府乌白来，咱就爱甲伊反对。政府呢用一招更较凶，下令安怎？所有的社群平台26个，拢要甲关起来，这乌倒一国的。中国的安尼下令尔这个青年这个人民就开始反啊，就开始变啊，所以无到2天，9月5号的暴动，9月7号9月6号迄个总统府就去烧甲，这张就是总统府烧甲变做密密麻麻，这还是个古迹啊。但是呢，咱嘛看到讲，真侪人拢活伫即个假的消息的中间。社群平台就是互咱当听到真正的声，上帝用伊的圣经，就是将伊的真理所要做，互咱当来听见。所以咱的社群平台 YouTube， 你会当看你爱看的节目，你会当看你爱看的韩剧、大陆剧、古装剧，啥物剧拢会使。但是社群平台你嘛会当来听，咱的逐工陈牧师透早调，伫遐咧甲大家做伙来读以西结，用我即个。的台语来讲，互大家较早听者，你就会当精神。但是重点嘛，毋是讲听我的台语，重点是咧听圣经内面到底上帝在讲什么话。所以以西结书第7章26节讲，这先知也好，祭司也好，长老也好，因拢爱讲老实的话，因就应该爱来忠实传达上帝的话。但是因若无老实时阵，连这个国王、这个领袖、这个官员、这个总统、这个总理，甚至这个人民，拢会惊甲皮喘，这个国家拢会乱糟糟。因安怎照歹行为来行，上帝就用同款因判断人的方法，甲因来审判。
所以咱看到尼泊尔，这种2礼拜9月5号到9月7号，这拄啊发生的代志，但是嘛，互咱咧提醒，若是咱的这个所在若发生这个代志，咱就应当爱安怎办？咱就应当爱安怎会当行落去呢？第三，咱阁看到以色列伫迄当时的以色列人，因明明知影明知前有虎，偏向前行，明知山有虎，我是安怎解？头前有一只虎，但是呢，我这里无解着，头前就是有迄个虎伫迄个所在，但是因就是安怎，足白目的，就是硬要行，硬要爱啊，以色列书的第3章17节，咱来读，人主担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你着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上帝互先知佫加一个身份啊 ，Watchman， 守望者。迄种是半暝无咧困的，着爱伫城墙，伫迄个悬的所在，看外口有歹人来无 ？Watchman， 伊毋是暗时困袂去啊，伊是暗时伊着爱警醒，日时嘛爱较早起来。然后爱知影，即个国家、即个社会、即个社区、即个教会内面有拄着啥物款的危险无？即个人，你捌即个人无？你知影叫啥物名？柯克，有人讲会出来。但是呢，可能3工前，你嘛甲我共款，对即个人无啥物印象。但是只有3工，伊真做全世界人，拢要认捌一个人。这个人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这个少年人今年其实才31岁啊，31岁，伊是18岁开始就是有开始咧关心政治啊。然后呢，伊18岁当读大学，但是伊发现讲美国这个教育制度美国的社会呢真败坏，所以伊就爱选择行一条无共款的路。伊选择的就是知影讲这美国的少年一辈拢去这个自由的主义，拢去这个右派，去洗脑去啊，伤过自由啊！我无爱娶某，我无爱结婚，你嘛莫叫我做头路，你嘛莫叫我支持啥物人，你嘛叫我莫叫我你爱去教会，拢无爱，啥物We trust in God， 嘛无爱，阮就是阮家己，我要做阮家己。所以伫美国，因为真侪非常自由的，这个新的一代，因的这个社群媒体，讲因家己爱讲的话，直到整个国家，无法度收煞，这个人民的思想呢收袂转来。但是这个 Charlie Kirk， 伊呢，选用了一步，就是伊要去校园，甲这个青年来对话。特别是去大学，去这个大学生，甲伊辩论讲，为什么美国的青年要一男一女，伊甲因讨论性别。青年讲，阮是同性恋的，阮咧追求阮家己的自由。你莫讲我是查甫查某的，我家己决定，你袂使甲我决定我是男生，我是女生。美国的自由的青年想法是到安尼，连他的性别也是自己来决定。但是 Kirk。伊就是去校园的中间，甲因辩论，啥物代志拢会当来讲咱就是用辩论、用沟通，所以这个川普会当选调，得到很多的青年的选票，就是这个 Kirk 的帮助川普嘛得到真大的这个帮助甲支持。Kirk 伊家己的这个平台不管是 IG、YouTube、Facebook， 300几万人的追踪，500几万人的追踪。所以当真正是一个网红啊，所以就真出名。但是呢，伊是伫3工前去犹他州，伊有100场校园的巡回。这校园巡回就是要去100场的学校，去美国100间的大学，直接跟大学生就是面对面来，你有啥物意见？你有啥物想法？咱提出来讲，啥物拢会当讲，从 NBA 到棒球，到曲棍球，到国家的政策，到能源的危机，到同性恋，逐项拢会当提出来讲。这无几个人有这种的才调，但是呢，你会当去上网看他的影片，
伊呢不是直接咧好，我查一下，我 Google 一下，无，伊拢的马上人家就跟人家应对，跟人家辩论，伊的逻辑非常的好。但是这100场的头一场伫犹他州，伊去有人枪杀，吼，尾仔掠着讲一个20出头的，吼，但是20出头的，会当对180公尺，一枪打中克克的脖子，一枪而已呢。吼，迄是有训练还是无训练呢？吼，无训练你敢有遮厉害？吼，第一枪就可以开中，好，然后还可以躲了3-4天，好，才去有人吹着。好，迄是拢有训练过。但是呢，吼变做伊就留对伊的某，吼，甲2个细汉的囡仔，吼，一个姐姐3岁，甲一个弟弟可能才1岁外，吼，但是呢，安尼真可惜，吼，真无彩。但是即马呢，全世界人，吼，拢认捌伊的名，吼，所以你会当去看真侪，伊到底讲过啥物话，伊到底安怎讲圣经？我看到几段伊在讲圣经的生命记、利未记。伊讲为什么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吼，比会当讲了比牧师搁较牧师啊！吼，会当真正会当做一个牧师。问题是伊即马只有31岁呢，31岁，从他18岁要决定大一，好，他已经考上大学，后来他就决定不要念大学，好，然后他这样10几年来，伊家己所学习、所努力的，伊对圣经，好，伊安怎来分享这个信用，真值得咱来学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好，这个头前有危险 ，Watchman 守望者，就是爱甲伊警告。你若无去甲伊警告，上帝讲我要甲你追究伊死的责任。但是你若有去甲迄个人警告，然后伊无阁继续来做歹，吼，伊若要做歹，伊就爱死。但是你有警告，伊会死，你毋免负责任啊。所以 Watchman 就是你知影。有风台，有地动，咱有可能会拄着危险，你就要叫人安怎准备一包。所以牧师今日嘛是爱甲大家，毋是警告，甲大家分享。咱台湾原来会拄着风台哦，咱台湾原来会拄着地动哦。虽然咱桃园是即个土质较沉哦，咱桃园是一个台地哦，但是你嘛无可能讲你一世人拢无离开桃园，凡是你嘛走去花莲佚佗啊。你嘛走去台北啊，嘛走去淡水啊，好，你会去真侪所在啊。你出门时阵，吼，这包你感觉有需要无？有要甲传起来无？还是放伫你的头壳内底，好，稳住，趴下稳住，好，然后掩护，好，趴下掩护稳住，好，至少这3句你甲伊记起来。你若有警告，安尼呢，检测咱就当得到平安。最后，以色列人，因就是小罪唔停止，大口就开始。以西结书第3章20节，今日的经句是21节啊。你若无甲警告，安尼伊若因为罪恶来死，上帝讲我要甲你对你追究责任哦。所以你看到别人在危险的中间，别人在罪恶的中间，你知影？你看到啊，但是你无甲伊讲出来，你无去甲伊警告，安尼你有责任无？你嘛有责任哦。伫上帝标准检测伫法院，法官要甲你判罪，但是照上帝标准，咱有责任哦。顶个月底，到9月初，印尼嘛是出代志，所以即摆已经讲到第5个国家，才短短2礼拜，印尼嘛出啥物代志？你有看到新闻无？印尼的总理，印尼的国家，迄嘛是亲中的，迄嘛是要西瓜挖大饼的，甚至因的国会就是因的立法院的议员呢，家己的补助津贴，一个月当领9万台币，加领9万，就是他们的房屋津贴啊。但是呢，印尼的贫富差距差真大，印尼上好也的4个人。会当比全国1亿的人1亿多人的钱还要多，只有4个人哦，比他们全国1亿多的人加起来的钱，印尼不止1亿哦，还要多，还要多。所以印尼的贫富差距是全亚洲的第1名，甚至呢，印尼有将近3000万人，都是在贫穷线的下面啊，贫穷线的下面。然后4成的民众，因一个月收入偌侪钱？754块
你让我一个月无？反正你这个急难救生包来的就不止754块了。好，而且他们的最低工资呢，好换算台币1万块。好，你若叫你大学生、硕士生，好毕业去领1万块，看你会受气无？然后呢，好，因为家庭的帮佣啊、打零工，没有保险，也没有退休金，甚至有600万的妇女远迫海外做什么？女佣，恁兜有无？哦，有哦，恁兜有哈，就是这600万的其中一个啊。好，而且还不只是这样，印尼呢，好华人来的降无到2%，但是印尼的华人好真侪，不是只有对台湾去，对中国去的，因控制印尼8成的经济。印尼华人都很喜欢炫富啊，好，因那保镖啦、保姆啦、司机是基本配备，司机一家爱几个？3个起跳，好，他们的司机要请3个司机啊。好，然后呢，因一个月吼就爱好请3个司机，好6000就当请到一个，都是请愈济，好出国坐头等舱啦，买名牌包啦，炫富啦，好去对佚佗啊，所以嘛，好印尼人看了就袂爽诶。但是呢，这个好野人，好，伊无咧去关心这个善车人，伊嘛无咧去关心这个社会，因兜门口边啊有需要的人，应该顾因家己。互因家己的囡仔，互因家己的后一代，哇，根本就不食人间烟火。所以3章21节，好，咱做伙来读。毋过你若有警告伊毋通犯罪，伊嘛无过犯罪，因要因为接受警告来活，你嘛要救家己的性命。当有先知甲因警告，好，因就会当改变因的行为。伊就要知影讲，吼，这有需要的人，嘛是人，嘛爱去甲因关心。同个今日先知以西结，伊所搬互咱世间人所看的戏，就是咱有目睭的，就要真足看；有耳孔的，就要注意来听，毋通成做背逆的人。咱嘛爱知影，咱所想的平安，但是无遐尔啊简单。你要求平安，那耶稣基督无来进前，这个世界无永远的平安，无真正的平安。咱就要谨慎，爱知影。第三，咱看到世间的罪恶，咱就要知影安怎样来警告，安怎甲人考劝，安怎甲人来劝勉。因为上帝讲，咱若无去甲警告，无去甲帮助，无去甲通知、检测，伊若是因为真正即个罪来死的时阵，咱嘛有责任。但是咱甲警告，伊无过犯罪；咱甲考劝，伊就来教会。安尼将来伊若得救的时阵，上帝讲，咱嘛是只有救着伊的命，咱嘛救着咱家己的性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过去2礼拜非常的平安，但是即个世界真侪国家拢无平安。主啊，你也提醒阮，每年的9月，阮就毋通袂记你921。也互阮台湾人的人民的意识会当搁较有知识，也会当搁较有清楚甲明白，互阮知影安怎样来面对危险、风灾、面对战争、面对可能要拄着这个恶担当的事，总是阮的心头就要了定。有主你诚做阮的帮站，甲阮的保障，互阮会这样真正活得平安，不管天地安怎动摇，总是你的平安永远无离开阮。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唱回应的圣诗歌，圣诗第175首，新的地，新的天，请起立吟传首。是
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至圣的天父，阮感谢学罗你的名。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赐阮生命的主。你对阮每一人总有美好的旨意，但是阮常常得罪了你，目睭毋看，耳孔毋听，无爱真的道理，照家己的意思想法来做。求主赦免阮的罪。伫即个炎热、真热的天气内底，求主保守看顾每一个兄弟姊妹，心心灵都健壮，互阮会当领受对你来的听，也祝福将福音传互阮身边四周围的人。现在阮奉献时间、才能、金钱。做圣工所用，求主来感纳。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请中义长老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平安。今仔毋知有咱头一摆来参与礼拜的兄弟无？无吼，好。咱以牧师的介绍吼，迄个咱要。到礼拜要选举的方法，手若有摕2张，有2张，其中有1张黄色的，若无 QR code 的，歹势吼，有几张也无 QR code 的，你会当边仔吼，边仔兄弟要用心，甲阮扫边仔 QR code，甲阮会用的吼。扫红色的买晒。好，我今麦简单来报告哈。好，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在9月28号咱的合会要用电子投票来计票哈。咱摕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模拟啊，所以咱即摆没有分会员跟非会员，好，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会员拢互你先学习，好，所以你若今日会晓，好，你一世人就会晓，家己隔壁讲，今天会一辈子都会，今天会一辈子都会，好，所以只要学一次就好，好，所以咱这个就是你爱带心摕到这个票，第二个呢就是爱有一个手机，手机。好，你若无手机呢，好，你就小等当甲别人借。好，如果今天借不到呢，好，下礼拜我们还会再让大家练习一次，你让带回去，好试试看。
好，你的手机就是扫 QR code， 扫 QR code 出来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电子投票系统的画面。这个电子投票系统的画面呢，你今麦当来开始试看买啊。好，这些画面有一个要求输入你这个粉红色，我们先扫粉红色哈，昏暗暗写的第一轮。好，我们模拟哈，好，你来试看买啊。好，那边你来好的人呢，你就可以帮忙旁边的人哈，帮忙他来帮忙一下。好，会出现一个电子投票系统，然后一个框框，叫你输入8位数的投票金钥。金钥长在哪里呢？好，金钥呢就长在你粉红色的这个 QR code 下面有8个数字。好，你现在输入的时候呢，好，还没有开放，对，好，因为我们是要让大家知道，好，其实你拿到选票也不能够投，好，因为呢没有开放。什么时候开放呢？开放就是我们在和会那一天，好，小会议长在主持说，好，我们现在开始发票，好的时候才会开放，好，所以它可以从后台锁住，好，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的选票掉了会不会被人家拿去烂投，好，不会，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有安全的机制，好，那我们现在就模拟开始开放投票，好，那请那个主任，张玉主任把它打开一下，张玉主任。先打，我们现在开始来开放投票。好，那我们开始开放投票呢，你输入金钥8位数，好，然后进去。进去之后呢，你会看到最喜欢的旧约圣经人物啊，我们是6选3，好，其实它的界面很简单。好，内底有6个人，亚伯拉罕、约伯、大卫、以利亚、摩西、但以理。好，6个呢，好，你有3个空格，好，每一个空格都可以选一格啊。你也可以故意去试试看，哈，你选别的或是自己输入，好，但是它不会承认哦。好，所以你就按照你平常好在外面怎么样操作手机，好，一样的操作方法。好，我们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好，你来试试看。你也可以3个都选同样的，但是它系统会告诉你，好，没有办法。好，然后呢，3个输入金钥进去之后，好，会有一个画面，好，这类画面呢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开始选，开始选之后呢，好，你就可以来选择你要的3个人，你也可以只选2个，好，它也会送出去。好，也可以选3个。好，现在已经有17个人完成了。好，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已经有17个人已经送出了。好，已经系统有收到了。当你确认送出之前呢，确认投票呢，绿色，好，按下去，它会出现一个红色跟灰色。红色呢就是你确认了，确定你这就是你要选的。好，灰色就是不是，我要再修改。如果你今天没有带手机，你可以借一下旁边的人。好，如果你旁边没有人可以借，等一下在礼拜后，我们在1楼，好，会有一个平台，好，让大家可以在1楼，好，来操作。好，在1分30秒，好，再让大家1分30秒的时间，好，我们就要来结束投票哦。好，现在已经有39个人，40个人完成了。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哈。好，现在已经收到41张，好，最后投票成功呢，它会告诉你，好，你的圈选结果，还有你投出去的，好，目前已经有收到46张票了。第1轮哦，红色的，好，红色的单子，好，在30秒，够30秒，好，53个人完成了。好，现在已经有60位完成了。好，最后10秒钟。好，等一下没有完成呢，没关系，我们还会有第2轮。好，黄色的，好，黄色的。好，那我们现在模拟呢？好，目前呢，好，大家都模拟，大家都已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要结束投票。好，那牧师就会说，好，我们现在呢停止投票。好，停止投票。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总共目前收到70张票。
好，我们总共花了3分18秒，哈，3分18秒收到70张票。好，那我们现在好，请大家先暂停一下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荧幕。好，那我们现在呢完成投票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开票。好，开票。好，那牧师就会宣布。好，我们请我们的同工好来将开票的结果给大家。好，现在70个人投票呢，最高票的是谁？大卫得到几票？62票。第二高票的是亚伯拉罕，得到59票。第三高票的是约伯，好，约伯得到几票？41票。好，恭喜这3位当选迦南教会的长老，掌声鼓励鼓励。而且呢，他们都过半了，那么就没有第2轮了，好，就没有第2轮。好，那这样子有没有了解？好，我们再做一次啊，我们再让大家来熟悉一次。哦啊，如果这次你不会呢，等一下礼拜后你可以到1楼，好，1楼我们会有一个地方让大家来问问题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小会议长要来开放第2轮的投票。好，我们一样是6选3好了，不，我们用4选2，好，可以吗？我们要设定一下。好，你现在再来一样扫 QR code。好啊，先不要进去哦，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投票。好，我们来设计一个4选2。好，我们要从4个人里面来选出2个。好，一样扫 QR code。好，它会出现同样的画面。好，那这个画面呢，接着要求你输入的是你的金钥。好，就按照你的选票。好，这金钥呢，好，没有重复哦。1选2。OK， 好，那我们现在后台要设定完成了，好，就是我们选出2位，好，只能选2位哦。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开放投票了。好 ，OK 了，好，那我们现在牧师来宣布，好，我们现在要开始第2轮的投票，好，那请大家开始来投票。好，目前收到0票，好，那你会看到只剩下2个了，好，然后呢，6个人名字呢，现在只剩下4个人的名字了。好，那照刚才一样的顺序，好，你选好之后，然后呢就选2个，那最多2个，你也可以选1个，好，然后选完之后呢就可以送出。目前已经有11个人完成了，好，已经送出了13个人完成。好啊，如果好，我们可以前后左右看一下，好，你旁边的会友啊，特别是长辈。好，他有没有困难？好，有困难不？好，好，我们再给大家1分钟。好，黄色的选票第2轮，黄色选票第2轮，现在有收到31张。选票用完之后呢，送出之后这张就没有用了，好啊，不用回收，好，你可以带走，好，做纪念。好，我们现在收到41张票，好，那我们已经开票1分45秒。好，那因为每个人第一次操作学习，好，所以可能操作的这个习惯还不一样，好啊，我们就是互相帮忙，好，我们下个礼拜天还会再模拟一次，好，直视，好，我们要13个选8个哦，好，所以下礼拜天会再模拟一次哦。
那我们等一下在礼拜后也会在楼下哈有一个 Q&A。对，同样，对，好，其实 QR code 都是同一个，好，所有的 QR code 都是同样的，好，所以如果你拿到是没有 QR code 的，就扫那个红色的。好，那我们在最后20秒，好，现在收到66张、68张，好，70张了，好，各10秒钟，9。如果来不及好，我们等一下礼拜后好还可以让大家有练习的机会，下礼拜也还有练习的机会。好，那现在我们来模拟投票结束。好，无输的讲好，今麦咱停止投票。好，请大家暂停投票。好，那我们就要把它关起来了。好，锁住。现在我们总共收到了有82张票，好，比刚才还要多12张。好，那我们就来看选举的结果。好，请开票。82张票，好，4选2啊，这是我们选举的第2轮。好，第一高票的是约伯啊，得到几票？54票，恭喜约伯当选。好，那第2高票是谁？以利亚几票？38票，有没有过半？没有，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第3轮，好，第3轮，好，那但是这个是模拟啦，好，那这样大家了解吗？好，有没有简单？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电子投票，能够让开票的作业、选举的作业能够顺利啊。好，这个是全部的长老教会第一间教会啊，用电子投票。好，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成功的话呢，好，以后各个教会都可以成功。好，我们有一段影片要跟大家来分享。好，上个礼拜的福音茶会，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好，按一下。倚着草地，夕阳在挥手，麻雀停留，深深的渴。音乐再大声一点。倚着草地，好，谢谢。黄昏的温柔，享受诗篇，你给顶礼拜咱伫这个是33号，咱来举行九力甲我的福音茶会，隆重有这个40位的 best， 40位的 best 来报名，然后有40位的弟兄姐妹陪他们一起来参加，所以咱伫这个福音茶会当中，就是透过诗歌、游戏、见证，还有信息跟呼召，来邀请这些 best 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救主。那一天后来来了38位的 best， 38位当中有将近超过30位上台决志信耶稣，然后并且上台来领到礼物所以我们来感谢主，我们也邀请这些 best 迎来决志之后呢，来参加下个礼拜的 A1 初信造就基要真理的课程，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3个月当中，他们不是只有决志信耶稣，他们还能够来上课，能够来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圣灵，认识教会，认识洗礼所以这类福音的工作呢，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春天叫做春丽加挂，秋天叫做九丽加挂，安尼1年2届呢，拄好，那是愈来愈不搞，我们还可以春夏秋冬，每一季都来一次，但是要紧的是讲，我们希望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社区喜欢进来的教会，我们希望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福音朋友他们都被关心的地方，能够来到这边，能够来听见福音，能够来遇见耶稣这都是福音朋友他们的合照有一些是我们的松年大学的学生，有一些是我们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也有一些是我们小组里面的慕道友，甚至有我们会友的孩子、儿子、女儿，那或是邻居，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来邀请。
好，所以明年的春天，好还会继续有福音茶会，好，让拍婆来，好将这因跟来归有上帝。咱继续来消息的报告吼，临时好会甲长老接受的选举吼，9月28，所以9月28请先半工吼，一定尽量来啦吼。如果你若真正无法度有代志吼，所以伫个9月27拜六进前，以市民小组长还是小会书记免得长老来提出吼。好来，社区的讲座9月17拜310点半到12点吼，主题是如何正确解读健检的报告吼，也是万医师欢迎参加。好 ，A1 的基要真理吼，9月20在下晡2点到4点伫4控1教室，所以还未报名的兄弟赶紧来报名。A2 的中大成绩也是伊共款吼，9月20拜六早起9点半到11点半，共阮伫4控1邀请兄弟嘛踊跃来报名参加。哦，只是咱要为着9月生日的寿星来庆祝生日，请9月生日的兄弟会当来头前，会当来头前，好来，免客气，会当来哦，紧来。咱的酒保拢总有69名吼，69位在9月生日的兄弟，好，请你起来，会当来到台前，好，咱来甲伊唱生日快乐，好，然后咱要来送礼物互因哦，咱来唱。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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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来唱黄梅调。恭喜生日快乐！哇，咱家拢是咱的老面孔啊！但是这个月生日啦，愿上帝来祝福伫恁的心中，互你身体勇健，处理拢平安。咱做伙为着因来祝福，咱做来祈祷。是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日这个月阮的教会有69位的兄弟姊妹来过生日。今日阮遮嘛有将10位的兄弟伫这个所在，我们为着因来祝福无论伫现场，还是伫线顶，还是伫其他的所在，主啊，拢恳求你施恩赐乐伫遮的生日的兄弟身上，互因伫今年中间会当经历上帝你的稳定甲祝福，也互因出也有平安，入也有平安，互因手头所做代志都当亨通兴旺，也互因甲上帝关系。甲人的关系，要当和谐甜蜜。愿上帝你施恩祝福，阮咱的恳求祈祷甲祝福，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拍拍来甲伊恭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解吼。来开始来，毋过你若有警告伊毋通犯罪，伊嘛无搁犯罪，伊要因为接受警告来活，你嘛要救家己的性命。以西结书3章21节。毋过你若有警告伊毋通犯罪，伊嘛无搁犯罪，伊要因为接受警告来活。你嘛要救家己的性命，以西结书3章21节以上。做伙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7首，吟诗说，请陈牧师来为咱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尽大家三甲伫地，有上帝神来掠查甲保护，对即时到因世代无错。阿门。请坐，别倒。